今日台语沙龙真欢喜，会当邀请咱的大练吼，拢叫伊大练啦吼。来，即个甲咱分享伊的台语人生，会当讲台语人生啦吼。新的台语人生对嘛真侪档啊啦吼。大练，我是讲我是即个拍拼吼，伫开垦即个台语产业的其中一个。少年辈吼，对我来讲就是少年辈吼。咱看到伊伫咧广播电台，伫咧电视台吼，搁伫一寡像讲伊伫分享讲最近去高雄吼，若保少花听少吼，遮个种种的工课吼，咱来听伊看是安怎开始的，这过程中有啥物辛苦的、趣味的代志吼。好，咱来时间交互大练的，大家拍鼓啊，欢迎。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大练的小大伦非常的感谢大家吼，上大先先感谢大家今日伫落雨天吼，我特别拨工来到遮，来听讲对面是咧讲台湾史嘛吼，对面咧讲台湾的历史，遮咧讲我家己的历史啦。无去嫌吼，即个来听大练的历史吼，即个有当阵内面有一寡，若是甲即个台湾的即个演艺界文化吼有相关的一寡养分，嘛希望讲会当甲大家来分享者，吼，搁有就是我一路以来咧，用台语来即个工作，用台语来唱歌、来主持、来配音，所有的一寡我家己的即个分享安尼。安尼，所以一开始咧，先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者吼。今日即个一开始就写我是台语的工作者，主持人，音乐创作人，我伫咧公司台语台，有一个节目英过人伫旧年时阵有一个来去恁兜写文书，甲即个台志远凯哥，有同齐即个载着迄个骷髅塔有无？去别人厝诶去洗身躯诶节目，足好笑诶节目吼。伊嘛是文化性就介绍台湾在地吼好食好耍诶所在。另外有一个要互时代看诶节目叫《食老婆土豆》，拢伫咧公司台语台。其实我上大先出发诶所在是伫咧宝岛联播网宝岛新声广播电台开始诶，开始我诶台语之路。搁有我咧做 podcast 好。即大家会当小看者安尼吼，这毋是真重要诶代志吼。但是有啦，有一个我家己感觉较特殊诶，就是想会到我竟然会当用台语来主持着咱台湾迄个广播电台的史上第一个用台语去摕着流行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即个较咱则来讲，是为啥物有即个机缘吼？好，嘛有迄个唱歌，嘛有入围着金曲奖但是入围就是入围袂着奖所以即嘛无讲好，其实上大先我是台北囡仔，向大家来自我介绍，我是台北人真正版的台北人。我的爸爸是大稻埕遐个人，我的妈妈是客家人，所以真正老台北。听讲我城内迄叫城中区啦。较早城内伫咧倒位中庆北路，中庆南路迄个书街迄搭有无？个城隍庙遐叫城内。经过迄个城外口的所在就离开迄个城外才隔壁才有大稻埕，才艋舺安尼啦。台北人是安尼咧分的。所以阮阿祖开始咧就已经拢是老台北啦。我较早伫阮迄个阿嬷迄个祖厝还有看过迄个布张的迄个清朝的相片我细汉叫惊过好，所以台北囡仔咧有一个真特殊的所在，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咧。拢无啥会晓用台语啦，就是伫咧厝诶，爸爸妈妈在咧讲台语，但是而且台北腔是讲台语
真正老台北拢，阮爸爸妈妈拢讲你拢袂晓讲台语吼，遐有时拢讲台语安尼啊，还有一个腔就对啊。即个出去外口，就一定是讲较早来讲国语，吼即摆是讲华语，吼咱是夜拄食饭，吼硬拄吧。阮爸爸拢是安尼啦吼。其实我后来才知影讲，这其实是有泉州甲漳州的即个腔调，吼。阮爸爸甲阮妈妈拄好一个是漳州，一个泉州啦，吼，所以常常咧械斗。不是啦，就是讲我是温生笑讲因咧，若是冤家就比较张权械斗的，安尼是吼。嘿，较早咧，我是69年厝受教的，那即个严格来讲，我是7年级生啦，因为我是甲70年次的拢是同一届吼。7年级生其实已经甲5、6年级生比起来，既然其实是有台语、母语，尤其伫咧台北，是已经退化真多啦。哦，所以我并无太侪机会当讲台语，你会当小看一下我的学历。哦，我是倒一间学校毕业的，敦化国小，哦，仁爱国中，哦，仁爱国中甲即个敦化国小，这拢伫咧大安区啦。我是东区囡仔呢，因为我后来我一出世，我是阮爸爸妈妈上大生是住伫咧邦桥，然后呢，佫搬去东区，我就伫咧东区遐，算讲10岁了，我拢伫咧东区大汉的。我的朋友吼，基本上拢是全部基本上差不多70%拢是外省人。所以因咧讲的拢是非常标准的即个北京话就对啦吼。所以我较早咧讲国语是非常的标准的，吼嘛受着我的朋友的影响，我就爱听相声的，我去买一堆什么魏龙豪啦、吴兆南啦，吼，佫听个李立群啦，吼，所以我相声那些段子我都非常的清楚，而且还背起来啊。很会抖包袱啊！伫咧台北市的即个市中心大汉，然后无机会讲台语，吼。后来我的台语就豆啊就袂晓讲啊，就袂认得，吼。所以伫咧台北市中心的环境之下，大汉，我甲母语之间有3声吼，一个真歹下过风波，吼，这变做是后来咧。我知影讲，我必须要用台语来工作，这变做是我一个真大的挑战。然后呢，开始想讲，为什么我袂晓讲台语？我是28岁时阵才开始学台语这件代志。应该是讲，我10岁进前是讲台语的，10岁了后，我来到这个环境之中，迄是天龙国当中的天龙，我真正天龙八部啦。所以到后尾啊，迄个真细汉，住伫咧邦桥迄当阵，厝边头的大家讲，原来会晓讲台语吼，互相咧开讲的，迄个语言就，迄个能力就就消失不见了。好，讲到工作，我是即个后来我去读迄个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吼，我考到即个戏剧系。就开始去 audition， 去试看卖，讲倒位要演戏啦，倒位有需要演员啦，我就去试看卖啊。我伫咧我大学3年的时阵，有一个真好的 audition 的机会，是做英语的儿童节目的主持人。这是2003年的时阵，大家当看到即个三角就是敢若厚的。迄当阵的体重差不多即摆佫减20公斤，我是即个啦吼。即个团体叫做 The Wiggles， 源自澳洲，吼，因是非常红的迄个团体，做即个囡仔的节目的，做甲安尼，应该是全澳洲吼所有演艺界内面收入排行第3名的，就是因，所以因。就开始想讲要来去国外来去成立因个分队就对啊。亚洲地区咧第1队就选伫咧台湾，
吼，啊，就开始有 audition， 啊，阮就变做是台湾的分队，吼，我伫咧 Disney Channel 早期的工课，我是做即个节目的主持人，吼，大家当小看卖啊，伫咧遐我到底伫咧唱啥物歌啊，演啥物戏？大多爱戏啊，字一个都转去。啊，对，是即个，好，我角色的迄个特色就是我足爱困的，我到倒位拢会困去。啊，咱后面拢是互伊英文的名，我叫 Danny。之前啊，我们大家一起用英文 Wake up Danny 把他叫醒，大家准备好吗 ？One, two, three, Wake up Danny！ 啊，现在是我们要唱 Wiggles 来了的时间，让我们开始吧。啊，这声就我唱的啦，这条歌我主唱的。好，大家会当去迄个 YouTube 来去看卖吼。你即摆若是拍 The Wiggles Taiwan， 拢会当找到这边仔有一堆，阮以前的影片就对了吼。好，等来咱 PowerPoint。好，因为我是戏剧系，所以我开始伫咧 Disney Channel， 我伫咧 Disney 上班4档的时间。迄个时阵，我所有影视拢是外国人，所以我开会咧 meeting 全部拢用英语，啊，佫有用华语，但是就是无用台语就对了。迄个时阵呢，有真侪人拢想讲，你叫讲我是 ABC 啦，结果毋是啦，因为我是正版的台湾人安尼啦吼。但迄个时阵呢，我就开始敢表演，敢上台，吼面对着所有的观众，我是袂惊啦。吼，迄个胆量表演的迄个胆量是迄个时阵经验吼，甲即个累积起来，所以迄个时阵对我来讲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咧拍地基的一个时期。吼，阮有出几落张的一个专辑，吼，有2张啦。大家有看到即个团体，就敢若吼一蕊花。迄蕊大红花，迄个人真重要吼。迄毋是圆仔花哦，迄蕊大红花咧，就是带入去报道咧，报道新城上班，嘛是我的媒人，就是我的太太吼，会甲我熟识嘛是因为伊就对啊啦吼，所以是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对吼。伊叫做 Annie 吼，伊叫柯慧莹吼，即摆咧嘛是伫咱即个咧。推上这舞技吼，嘛是非常的出力的一位吼，我非常敬爱的阿姊。然后咧，Wiggles 迄当阵我是哪伫咧大学读册，哪表演，然后经过4档的时间，我大学毕业了后，我就去做兵。做兵的时阵呢，我就咧做即个所谓的灯光啦、音响啦，咧做即个幕后的。这石头哦，自本呢，我嘛无想讲爱继续表演，我就想讲，我嘛毋是生了特别缘投啊，吼，唱歌我是爱唱，嘛有摕过啥物歌唱比赛冠军，但是我嘛感觉我家己应该无迄个资格会当变做是一个非常红的歌手，对家己的信心吼就不足，所以我感觉我就去找一个幕后的石头，安尼是较好的，吼嘛较稳定的。所以我就开始去学灯光啦、音响遮物件。然后退伍了后，我自本要去做遮演唱会吼，迄落
音控啦吼，音响，啊，迄是真危险的工课，因为你爱爬悬爬低嘛。讲蔡依林啊，遐迄个演唱会啊，迄个悬吊式音响，讲爱爬差不多五层楼，遐尔啊悬吼，啊去修理啦，吼啊去调整安尼，迄真危险。啊，但是薪水呢嘛无悬。嘿，啊，拄啊好，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我伫咧做兵，就是咧扛遮个音响，我是地工队的啦。吼，啊，扛到我的手就拄啊好嘛歹去啊。我留迄个较早留迄个，即个50斤，你知影无？嘿，因为遮有伤伫个，拄啊好，我伫咧想讲到底要入去即个产业，还是无爱时阵，头拄啊迄个 Annie， 就是即马大家拢叫伊某某的柯慧莹，吼，迄个阿姊，伊就讲喂 ，Danny。你最近在做什么？我说没有啊，我要找工作啊。你要不要来我们电台面试？我说你们电台，你们是哪一个电台？报道新声广播电台。我讲，请问迄是讲台语的全台语的电台？我不要讲台语呢。袂啦。啊！恁爸爸妈妈毋是拢讲台语，你听有吗？你听有少？我讲听有啦，听有就会使，就会当来啊。吼，你先来遮，你试看卖啊，先来 interview。吼啊，有过关，咱后手才搁讲，吼要安怎去甲你的台语学起来呢？我讲好，我就想讲吼，做 DJ 嘛是咧推迄个飞的，咱叫迄个推杆就是飞的嘛。吼啊。伫咧演唱会嘛是咧推飞的，但是甲电台较袂遐忝哦，嘛较无遐尔危险哦，啊无我选择来做电台好啊。若是别人认为讲我的声音会用呢吼，我就一条用安尼。迄当时我才20几岁，所以我就入去宝岛新声广播电台啊。吼，宝岛新声广播电台，即个电台历史咧嘛非常的悠久咯。伊是差不多对2004年的时阵就开始对北部开始。即个起来吼，啊一开始咧，伊还袂变做宝岛新声进前，吼，伊叫做 TNT 宝岛新声广播电台，是一个算讲完全以咱台湾民主甲自由为主体性，强调全台语，啊，搁有咧对即个咱社会议题咧，当算讲是吼，动画就对啊啦吼。一定是控制到底就对啊，所以咱24小时全工拢伫咧交政府，吼，凡是有啥物不公不义的咧，吼，咱一定拢是，所以叫 TNT 甲炸弹共款，你知影无？所以较早咱叫 TNT， 以前较早吼，迄个 TNT 我伫咧倒位，伫咧飞碟对面啦，飞碟电台对面，两间拄啊好相对看安尼吼，吼啊意见拢无共，这就是咱台湾多元甲包容的所在啦。好，咱后来咧变做是宝岛新声了后咧，咱就有较加入一寡台语流行音乐。我迄当初就希望讲啊，慢慢遐歹啊，即个有诶好好讲嘛。啊，有一寡音乐流行音乐入来吼，嘛是会当继续帮咱即个台湾诶文化做一个足好诶即个宣传甲传承啦。所以我就入来即间电台咯。我入去诶时阵是差不多2008年、09年，拄好嘛是电台成立差不多4、5年了后诶代志。好，来，然后，即摆已经是全台湾拢听得到啊啦。宝岛新声、宝岛联播网是一个以宝岛新声广播电台为基础，甲各地的即个电台咧组成的即个联播网，吼，以声音甲影像呢，即个吼，会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行出生活当中的大细项代志，除了提供国际资讯。政治、财经、新策发表分享，啊，搁有咧即个吼，数据分析，吼，啊，搁健康教育等等的节目，即马更加有 YouTube、Podcast App 拢会当来收看甲收听。大家想讲台语电台到底是咧做啥？一般阿姊你会想到啥物 ？Keyword 一个字，袂话对无？你会想到卖话，卖话台啦，嘿啦，啊，你会想到啥物？广告，迄个叫做5、6天，对无？啊，搁有迄个
聊天钉吼，讲天钉说天钉，天钉的故事是说不尽哦。迄个较早吼，我拢听阮阿嬷咧听迄啦。我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就伫咧伊的垃圾哦是历史点钟拢袂记实的，所以我就甲迄个聊天钉的故事啊，是记甲一济啦。但是我死袂晓讲，但是拢听有就对啊。哦，可能无得开，迄嘛是我学台语会较紧的一个真高的一个底伫的吼。其实台语广播电台咱做就济，毋是干那卖药啊。报道联播网呢，就是当初的招牌，就是咧甲人讲吼，阮是亚洲第一台完全拢无要卖药啊的电台就对了。吼，所以迄个时阵我感觉安尼是袂歹。哦，我至少我袂去甲人害，甲人害着，若是卖毋着药啊，我就害啊吼。好，连带主任，你这是我的即个工作照，我相片啦吼。啊，以前较早是咧做现场的，其实咧，我的即个工作是非常的固定的。早时啊，差不多9点8点就要到公司，暗头5点6点就下班。要做的代志咧，就差不多这5项啦吼，做单元。歌手访问、广告配音，哦，若是现场一寡大型、小型、中型的活动啊去主持，哦，或者讲，即个经理就甲你讲，明仔载咱办一个迄个活动吼，就入去找迄个场所、找场地，吼，然后去做一寡背板啊，吼安怎，家己去做一寡气味就对了。其實這當中就在學真濟，因為全部攏是用台語進行吼。比如講，我所有的台語其實基本上攏是咧報道信息甲連起來啦。一個人開始咧講的時陣，我較早吼嘛有咧迄個做一個叫做串歌的意思，就是講，譬如講迄個歌頭前15秒、18秒、20秒。吼，我就爱伫迄个时间以内咧，甲歌曲甲介绍。然后咧，若是一个人讲的，譬如讲咱即马有3分鐘的時間，我要甲迄個時間全部攏講好完，要安怎講？要講啥物故事？要講報啥物資訊？今日有啥物新聞？要報天氣，還是要報講頭拄有地震？這攏愛伫幾分鐘以內愛完成。全部攏是愛做台語，所以這對我來講是一個真大的挑戰就對咯。配音呢，就是因為即個人無夠多，人手不足，所以這時陣你叫我家己會去結聲音。比如我即馬一個人愛甲2個人對話，家己就愛變出3種聲音出來。這是所有主持人攏愛會曉的吼。你頭拄去倒？無啊，我無去倒啊。你講白菜，你頭拄啊，才對變數出來，你叫我無看到。你是毋是我倒去？你就會當家己去。變化真濟無共款的聲音吼，這是單元配音。新線嘛是通用伫咧迄個廣告面頂。廣告的配音呢，譬如講，若是今日有迄個建築起厝的，要甲你講，每坪85萬，你要用什麼聲？要用什麼款的聲音？較高較低，每坪85萬，挑高1.8米。挑高1.8米，偌多一個你知影？但是超過180公分咧，會去顧個頭安尼吼。你就愛直直去結迄個聲音，然後去配真濟，攏是台語的廣告。好，後來豆豆因為這條路連起來了呢，就開始伫咧外口有這個 case 當接啊。嘛是有一寡老師感覺我的聲音會用呢，咧講台語可能的配音這種人才較少。我毋是講我家己人才啦，嘿，是講即種聲音較少啦。就當試看覓下講，若是用台語，用即種聲線，會當配出啥物款的即個影片，主要就是紀錄片，閣有咧即個廣告，這2項，因為台語的配音有一個抗戰地嘅，就是講。你愛會曉配，但是邊仔愛有一個老師教你正確的講法，因為無咱若是家己3咧5個亂配差不多80%攏是毋對的，變調嘛毋對，發音嘛毋對，加字嘛毋對，這是我後來才
我甲讲哦，若是我要接这种台语的配音，边仔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老师，甲我教，伊讲一句我讲一句，安尼较准，才对。好，所以咧一开始配音的这个一开始就写是对本咱先甲老师做一个学习，可能开20分钟、半点钟去练习一下，伊会甲你讲倒一句爱变调，较等下互大家听看卖我的作品，内面其实有一寡，若是我家己配，我就是用毋对的方式去配，但是若是老师已经有甲你教过啦，你就知影讲较等一句，这时阵就爱变调，还有腔调会注重这3项。好，咱即摆当来看者这是我第1支配音的迄个作品叫做《皇帝玩具箱》。这是我的上大生的台语老师，伊叫做陈宪国老师，嘛是伊甲我带入去即个公共电视去配音，我迄时阵足惊的，我讲老师我偌大啦，我台语敢偌讲。伊讲，免啦，你莫安尼啦，你若先开始，你才会愈来愈强，你若是拢无开始咧，你就永远拢停伫咧遮，爱有耐心的一支一支，慢慢甲我教，带我去，我记哩迄个录音室咧设计，伊差不多开8点钟久70几岁老大人开8点钟久，安尼伫遐陪我伫遐一支一支甲我教，对伊足感恩的，一开始就会当。拄着一个好的老师，迄是最重要的代志。好，伊有几落个配音，一个是英语的，找余光中老师。华语的甲迄个英语的是，华语的是余光中老师，英语的是马修连恩，台语的是我安尼。我是内面上少年，嘛上资浅的，但是嘛上有福报的啦，就是你无真好的经验，会当甲遮个老师呢，会当摆咧斗阵。配音阁真讲究迄个感情，你倒一句爱有啥物款情绪伫个？因为迄个文稿非常的复杂，嘛非常的困难，内面拢是咧讲情调迄个皇帝的代志安尼。阮是分开咯。我配音迄年才29岁，就是一开始伫咧台语电台的时阵，拢无经验嘛，一开始就接到即个配音就足欢喜啊！我应该记得，伊阁有日语的，这是我老师伫咧边仔，无就一支甲我教的。因为迄个时阵讲台语有一寡发音，我念袂出来。这就是当初咧录音的时阵，拄仔好嘛做一寡记录，搁看者。另外咧，过来就是过几落年了后，我有接到一个台湾博物馆重新开馆的影片，听看卖。好。皮肤学专业
让生活更流量，交给 Foodpanda 就对了。有时候当网红，这真正就无好讲。台语的配音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度伫的，尤其伫咧台湾即马咧，咱台语的配音人才是非常的少。所以伫咧旧年的时阵呢，公司台语台嘛有开一个台语的配音课程。各种西洋历史方式的应用，以及是大量引进台湾。1906年，为着要纪念奥巴马总统甲国都引进幽默的情节，总统府发起全台湾华人捐款筹建纪念馆。馆舍设计者是总统府临时科长，以及了吴宏达甲技师A.G. 阿拉奇。地点选定当时台北新公园内底，1913年4月7日正式办好时间，经历2年时间期。1915年3月2号完工。1915年8月20，原本伫顺义街台北总督府博物馆迁去新馆。正式改名做台湾总督府民政部13局附属纪念博物馆。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建筑以希腊神殿外形象征文明起源，各以强劲立条显示知识的价值，顶面异形下底曙光造型规则对称，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正门门廊两边条的起点。甲三角装饰墙的顶点构成一个稳定的右边三角形。正面六条式的门廊对古希腊发组，特点是粗大形状，佫无条错，条身有20撮的压槽，属倒位去条式。中央圆形铁棚外口包单屉，悬我30公尺。就歹练了，30撮的压槽，嘿。这个一头山墙，细石仔卷装花草纹饰，粉白温酒装塔。这平常时这毋是咱生活当中会用的到的代志啦。塑造古典时代强调知识、启蒙、理性甲文明的意涵。所以意涵就绑住嘛，意涵。是倒位？头前遐。由32基隆条组成的大。哦，你看32基隆条有无？那我甲你讲吼，因为我是后来大哥你要看迄个，你要看意涵了。意涵你可能无合音啦。合了无够，嘿，合了无够。公司敢有问题？这个吼，这个物件就是，你若是自细汉的时阵，你有要讲吼，你就较袂有即种，有即种问题了吼。哦。谢谢。其实当然啦，迄是我咱是有进步的空间啦吼。嘿，即个其实吼，咱较早咧学这时阵呢，就是陈宪国老师，对吼。请问你是傅老师？你是老师，你好，老师是台语的主编啦。老师你有真济迄个册，啊，个你。我拢囥伫倒顶，嘿，
那真正毋知影是做阵。安尼哦，是，哦，所以今日我来遮演讲吼，我心情是不哩啊紧张啦吼。但是算讲一种分享，因为我一开始就讲嘛，即个主题叫做食过几摆树头嘛吼。咱既然会当靠家己食钱，吼靠即个家己的工作，我感觉这就是爱去感恩咱家己的母亲，吼会当带互我安尼遮尔济即个养分伫个，吼这一路以来呢，我是真正对一个家己一开始咧主持的时阵，拢无法度完整来主持一段，我可能就是爱讲2句就爱停落来，吼然后到落尾也有进步，可能讲8句就停落来，吼停落来了后，拢当做是迄个叫做自然语啦，吼就变做是爱用华语去讲，华语掺台语安尼来主持。到落尾时阵呢，差不多过7年，我主持7年的时间，就有法度讲规项的啦，嘿。但是这是一路一路慢慢进步安尼，但是变调即种代志，因为你细汉的时阵无定咧讲台语，所以变调定叫阮母啊讲你安尼讲就毋对啦。比如讲咱头拄讲32，我比如讲32支大条，我就安尼讲啊，32支毋对，按变调啊。一支小雨伞，你哪会32支咧？你毋是一支小雨伞，是一支小雨伞嘛？所以你爱32支大条，你爱讲32支，我常常拢会袂记的，迄个变调问题。所以变调就是你会当听出一个人的台语是毋是自细汉开始咧讲的，就是对变调开始。这嘛是阮爸爸妈妈咧直直甲我提醒的代志啊。对，但是迄无法度，我嘛爱承认讲，我并毋是自细汉开始。安尼真惯势，逐工咧讲台语，毋是啦，所以是28岁了后，才豆豆学到即摆会当安尼生活，啉足感恩啦，就定定安尼，但是嘛是爱继续去进步，所以若是有人你甲我讲你头拄讲迄句毋对，我拢足感恩的，赶紧捡起来，一直到即摆，你就知影讲倒一句袂当安尼生会顺你就后一届你就袂阁讲毋对去啊。像讲，我会记得我头一届着迄个金钟奖。我伫咧台顶啊，我就开始讲我家己的迄个感想嘛，感谢大家嘛我就讲一句阮即个电台老董事长无州董事长伊讲所有的公营咱来做伙，甲大家来，甲所有拍拼的人同齐来享受公营结果咧。阿辉老师就敲电话来咯，你头拄迄句讲毋对是享受公营你要享受啥物物件时阵爱变调，你若是享受后摆就无啦。所以我以后咧讲享受这2字的时阵，享受啥物物件时阵，我迄个音就爱变调去啊，就记条条啊。所以若是有人咧甲你讲你倒位讲毋对我就知讲少年的就爱赶紧学，就爱做感恩的然后这就是算讲是我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啦。就是因为甲阿辉老师熟悉了后咧，我就甲李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有较亲的即个合作就对咯。所以后来，这是我头一届正式甲迄个李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的一个影片。就是迄当阵有一个叫做台湾吧，台湾吧伫咧少年辈，大家拢足红的迄个影片，拢世界流传嘛。因有做一个日北事件，咧讲历史，台湾历史的，因做一个台语的版本。台语的版本呢，拄好的时阵就甲报道联播网有合作，就讲恁敢有迄个较少年的声音会当来遮帮阮配音一下，然后我就去咯会当听看卖啊。这就是咱李工局台文教基金会。先改迄个文稿，然后老师才甲我教。
伊嘛敢若是一个开始尔尔。1947年2月27日，查职员查书军散布台8人的事件，将机会，予台湾人对政府累积真久的不满心情直接转变复杂。过2天，民众罢工游行，要求政府交出凶手，线外来画顶逼逼白白的禁止款台，这个用向来刺杀人的动作，即时予百姓怒气冲破厝顶挂，变成政府甲人民关系恶化大关键。也因为安尼，扫落来几家，规个台北伊家滚甲成一个混乱的城市。连面南边一群民众一批游行抗议再抗议，连面西边一队民众罢工罢课，包围政府机关。除了怒气冲天的民众，无停抗议甲停止以外，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甲着新学生组成的治安服务队等等民间组织。嘛拍拼想要化解政府甲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甲对立，也看到气甲成阿明月光怒气爆炸的台湾人，各地政府机关根本就唔知影要安怎做，唔能甲拄则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人，长期欠缺沟通，才会伫遐你讲我不懂，有沟无通，两边的语言文化甲关系根本是差一大过咧，混乱的场面，互济无辜的台湾。好，就是因为安尼吼，有一寡困难的，你先。豆豆练习了咧，你搁转来即个生活当中去讲你家己的代志吼，就会愈来愈进步，就是安尼，就会愈来愈认真啦。所以我即马虽然45岁，我嘛是有足侪朋友45岁，代志实在是讲了嘛，毋是讲真好啦。我已经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变做是来帮助我家己的武器找到转来一个上大的一个帮助一个力量后面阁有真侪啦，后面阁有真侪。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看到遮就好啊。28岁之前，我台语的程度，恁即马咧听，咱感觉讲到底是有换换？来，这个要安怎讲？大家应该拢会晓嘛吼。咱拢讲迄警察的早期，咱拢讲迄伊叫做啥？闭无仔的对无？闭无仔甲挂标啊。我较早我是分袂清楚，我拢讲我是挂帽仔甲戴手表啦。真诶，戴目镜啦，戴甲挂我毋知迄要安怎讲诶，所以这就是因为你真正你用华语咧生活太久啊，而且你的华语又这么标准。我刚开始进电台的时候，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当华语新闻主播。所以每天中午的时候呢，我都会到这个主播台，然后就把那个麦克风拉下来，然后就跟大家讲说：“您好，欢迎收听中午12点新闻。民进党立院党团柯建铭今天表示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开始咧哄上家的。结果咧，台语双方袂晓讲，一直到后来咧，差不多我上班3、4个月了，阮一个经理就甲我问讲：你来台语电台你拢袂晓讲台语，你有想看嘛？你煞落去创啥？”我就讲，我嘛唔知。伊讲安尼好啊，我互恁2个单元去做。你若做好，你就会当继续伫咧遮上班。结果伊互阮2个单元，一个叫做24节气，第2个叫做台湾俗语。我讲，我就袂晓讲台语，讲台语讲甲遮烂，你叫我去做24节气，伊就讲，对困难的所在入面，你就会对简单的出来。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就一开始就做台湾俗语，嘛因为安尼，我伫咧报道新声，我做台湾俗语咧，我就逐工拢伫咧编迄个台语的字典来做单元就对啦迄个俗语的迄个字典主编就是这位邱老师，就是老师一个先辈所以伊的册一本一大本的，拢伫咧我桌顶安尼我就比如讲内面就写真济，比如讲啥物有心拍石石真长，有心开山山成园，一远破一远，喙看食四方，这物件咧，全部拢记起来就对啦这就对我来讲，主席的时阵，你若是随时拢会当摕一寡俗语来用，迄最好用的。别人会感觉讲你的台语程度袂歹，嘿，就会较较认真啦，愈来愈认真。所以较早我其实戴帽仔甲挂手表，我是真正分袂清楚好，来，过来看这后一啊。
啊，这就是伫咧报道联播网，我逐工上班的时阵，伊拢坐伫咧我后壁，就是大家拢叫伊幸国先啊，因为先啊即马年岁有较重啊，较大啊，所以伊即马拢伫咧安养院内面啦，我旧年去找过伊2逝安尼，2届，伊头一届过会认得我，第2届就较袂认尔啦，但是我对伊一直以来拢足感恩的，因为咱伫咧学台语的过程，我必须爱强调的是讲，譬如讲，即马有一寡20几岁少年家来甲我讲台语，或者讲感觉家己的台语讲了无好，我袂用一种压迫式的迄个方式去甲教，或者讲你安尼毋对，还是安怎？我拢甲讲一般咱拢是安怎讲的较济啦吼，豆豆甲讲，莫甲吓惊走就对了。幸国先啊，就是一开始的时阵呢，我拢足无信心的，我拢讲老师歹势，我台语有一寡音我拢发袂出来。譬如讲，我较早我袂晓讲历史迄个音，我拢无法度发音发较标准。我一个单元内面讲真正的台湾历史，我拢讲甲敢若阿伯啊，真正的台湾历史，我拢历史。迄个经理就讲，你即摆是咧卖车哟啊，Lexus 哟，因为就迄个音我袂晓发，所以你要练足久的就对啦。以早我咧讲台语是有一寡障碍语的就对啦，嘿。这就是我上感谢的老师，即摆我有的时阵，我咧讲台语，我足想伊的安尼。所以后来咧，我重新学习台语了后，我本身嘛唱台语歌，我才知影讲台语歌原来你就是爱台语讲了好，你才去唱台语歌，才唱了好听。要无你就叫 ABC 来唱一个演歌，迄就袂合，因为伊根本就毋知影讲有一寡尾音，这个时阵收你讲。红音咧唱歌是嘛比如讲，想你，有啊，迄个有哦。若是讲你无迄个有的音，话唱歌就敢若迄个现代 R&B 的迄种，安尼就怪怪嘛。一直在想，迄个发音就要甲结束。爱唱了完整，安尼歌才会安尼规个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好听，才有迄个气味。这就是咱的文化传承一路。看甲为什么台语歌有人唱了好听？因为伊本身伫咧厝就是讲台语啊。嘿，所以你若讲叫拢是用华语咧讲话咧生活的人，突然之间叫伊咧唱台语歌，台语歌绝对拢唱了袂好势，就是安尼是。所以我就爱足谦虚的重新来做学习，无论讲是唱歌也好，写歌也好，尤其是对台语的这个声调开始重新搁再学起。我家己嘛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家己变做一个台语的创作的歌手。后来呢，因为伫咧电台的关系，当熟悉着真侪无共款的人，其中呢就包括着一位。写台语歌写得真出名，嘛摕过金曲奖的作词的一位老师，伊叫做武雄。伊有写过真侪台语的好歌，譬如讲《空笑梦》啦，或者是讲呢，这个小黄旗有足侪歌，阿爸的《扫把鱼》啊，这拢伊写的伊的歌因为好歌太多啊，所以有另外一个片名叫做《万词王》。因为讲伊有写过1万首以上的迄个词了，对，所以叫万词王老师咧，伊知影讲我对台语有热情，所以伊有一个放伫咧电脑内面足久的作品，拢毋捌互人看过。讲我有写一首歌，甲台语的声调有关系，你要听看卖无？我讲好这是后来我因为发现我即个专辑有摕到一寡奖项安尼，这简单来讲咱来讲北音之歌，这首歌就是武雄老师的迄个电脑内面的创作。
这首歌我想要互大家来听看卖啊的吼。啊，因为遮有真侪台语专业的老师，大家嘛是会当来听看卖啊的，讲有啥物想法，大家拢会当来讨论一下。八音之歌伫咧遮。大家当看字幕吼，啊，有祥老师、武雄老师咧，伊咧写即首歌，其实用咱台语的声调来去写的吼。唱互恁听，声调的关键是有情操，对我来唱好大声，滚滚滚滚。滚滚滚，七声八调。这会当互囡仔就是用较方便、较利便的角度吼，去甲记起来安尼。因为定定咧写歌弄这吼，这叫颠倒音，会安怎意思就会走精吼，啊，还有押韵哦。这是较早咱无迄个罗马拼音的时阵，拢用这种方式啦吼。这叫心魔音嘛吼，老师。要合韵是有够大，随时会起变化，做伙来详细听。风吹风吹是两只风吹，风吹风吹是阵阵风在吹。风吹风吹是风在吹，风吹风吹风吹是风吹和风吹。咱拢来唱一首台语歌，将台语的八音唱互大家听。我好水水我，清清。所以我好用八音以。写歌的人落尾去做这个，做这八字，歌真好，啊意思真快吼，词咧真水，字真活。其实我头一摆听到这首歌是我家母陪过拢起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对台语爱足有热情的人，你才有法度去写出这种词。啊，用伊一世人，伊即马60几岁啊，用伊一世人的时间呢，来做这个台语的流行音乐，我感觉伊摕到金曲奖的，咱算讲是吼。好，大声吹一下好无吼？嘿，是。哈，是老师你讲。因推荐因听这首歌就谢谢，感恩。因为对我来讲呢，就是，歹势，我先去啊，刚才都走去啊。帮我看一下是倒一啊，我袂记啊。跳走。我感觉吼，台语歌开始是安尼，因为我24点钟拢伫咧报道里播放拢伫咧放台语歌。吼，啊，这个台语歌咧，我常常拢会听到讲，有一寡咧写歌的老师，伊可能后来因为大家母语会能力退化，所以咧写歌嘛无去注意到迄个颠倒音的这个部分。我真正有听过一首歌吼，伊咧安尼唱啊，
想起阿爸的医生，吼啊！我今摆若听到这首歌，就想讲，伊是看倒一科安尼，还是伫咧台台，还是伫咧马街？想起阿爸的医生，迄医生到底是医了有好？后来毋是啦，伊就讲想起阿爸的一生啦，吼！啊，因为伊即个物件就是迄个，算讲是一音嘛，所以是短促的吼，足短的。啊，你袂当医生都毋对啊！医生啊，我才咧听咧哦。但是即摆少年家咧，即个状况会当算讲是，只有搁较严重啊啦，嘿啦，嘿。所以我家己为啥物后来我写歌写了足少的？因为我对家己的要求嘛，算讲是吼有严格啦。我毋敢讲胡白乱写，啊，也无咧为去慢写。所以我产量就足少，嘿嘿，就是即个原因啦吼。啊，到底是网络还是吧？网络，嘿是网络，嘿嘿。啊，但是大家拢讲网络啊，啊，感觉咧讲了顺就顺啊，嘿啊，就比如讲，嘿32 G 大条吼，安尼讲啊毋对，啊变调32 G 大条吼，啊你就要变调安尼吼。好，这个。用即首歌曲，即马目前为止，伫咧所有的即个国校内面吼，有真侪学生拢会晓唱啊，包括讲伫咧因的本土语的即个课程内面，即首歌，包括我的家己的囡仔，吼，伊嘛是用即首歌曲伫咧学校咧参加比赛，吼，足好用的啦，啊，大家会当吼帮我这多加宣传一下吼。后来因为台语的关系咧，你豆豆就变做是，你有发觉讲即摆着台语其实，咱即个综艺节目吼，的主持人，若是我前2天才去迄个南部石大歌厅，吼啊，迄个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伊举办的一个演唱会，已经办5届啊，吼啊。伊有找真济较早啊，迄个你讲第二是黄世典嘛，吼，田庄兄哥对无吼？田庄兄哥吼，田庄兄哥伊来主持这个南部石就是非常的着味，吼。但是咧，你变做是讲后续啥物人要来接这个主持的工作，变做是人数变了无讲介侪，吼。啊，就是讲，啊，就几个即个唱台语歌的啦，或者讲用台语主持的即个人数咧嘛，无讲介侪吼，所以常常拢会去遐做一个学习安尼。啊嘛，因为即个台语的关系，我后来有甲学起来吼，所以我就开始去做即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有即个有即个机会。我伫咧旧年的时阵吼，我伫咧遐表演，我一开始因就问我讲，啊，你咧唱啥物歌啊？我唱。别人的歌嘛毋对啊，迄着无。譬如讲，我若唱迄个心事啥人知，沈文成着还佫伫个啊，对无？你若要叫我唱《万仙图》，红英红在后壁，对无？安尼我到底要唱啥物歌咧？我会写家己的歌啦，但是我写家己的歌，我若写迄种文学性的，我要写迄种情歌，我拼袂过别人，所以我就写怪歌。哦，我就写一首吼，即个。我真喜欢迄种所谓的，也咧讲迄个听起来吼，敢是台语，啊实际上，佫敢若毋是台语的迄种歌吼。头拄仔我有一首歌曲吼，伫咧北音之歌进前吼，即首歌叫做《変身》吼，因为变身吼，安尼听起来敢若迄落，我无爱你啊，要变身嘛，啊闭口音啊，但变身吼，啊敢若无啥好听，啊因为即个词是。来自日本，吼，日本若是有看过迄个超人的，迄个卡面赖塔假面骑士有无？影一就知影讲，伊要变身进前，就讲就変身，吼，啊我细汉的时阵足爱看迄个卡面赖塔的，所以我就用即个 idea 去写出即个歌，然后即个歌趣味的所在伫咧倒位咧？这个我都看。好，敢会使哦。If you sit down, push, and only a little. 今日講過不了解。對電動迄個到即個老法度的攏有。You see, when stuck poop causes a traffic. 大家遐看一下，我對即個台語，我想講摕來吼趣味，吼啊來寫歌。
这我家己写的啦。为什么是大厅呢？就实际上这是我咧带阮囝咧摒扫咧厝内摒扫的歌曲。我甲迄个厝内面的那啥物，一寡细菌全部拢甲当做是怪兽，妖怪。啊，然后呢，我家己是一个清洁的超人，带着囡仔咧摒扫。啊，不倒是我家己咧想的一个超级英雄啦。大家听到遮来，你有感觉讲台语其实甲日语吼，敢若足亲的吼，因为真侪发音呢，拢是伫咱的即个真头前的发声的所在吼，喙齿真头前的牙血即个所在啦。我是挑故意找一寡台语听起来敢若日语的词，你讲卡哇咧有无？就敢若是日语安尼，卡哇咧卡哇咧卡哇咧安尼。鹿头卡跟头卡鹿吼，头卡鹿就敢若是日语的迄种感觉。你就会变做是讲，即马少年朋友定咧讲两个字叫做空耳，空耳的意思就讲。我就是干那用听，我感觉这个语言应该是倒一种的语言。我咧耍这个物件，前几阵嘛有一个叫做李竹新，李竹新啊，伊有用台语甲法语来去做一个创作。啊，实际上呢，伊咧写条歌之前，伊嘛放入来我这首歌的下骹，伊就讲伊足介意这首歌的，想要来合音嘛。这就是我感觉这就是我家己用台语咧使用台语，到落尾的时阵，我是用台语咧耍咧佚佗，这就好耍啦。因为我咧讲，哇，我会当用台语自本是咱的生活，是咱的血液当中的物，到落尾会当变做是一个趣味的，你会当摕来变形，你会当摕来用各种无共，但是这真正的咱的大头话是啥物呢？就是你必须要基础要好。你基础爱先泡在，你才有法度去做这个代志。而且你咧做这个代志，你原来是要有专业的老师咧边仔咧帮你听，讲安尼 OK， 还是唔 OK？ 若是无好，咱就莫安尼算。所以就讲创新的永远拢是伫咧传统的基础之下来去做这个生态就对啦好，来我时间的关系我爱讲较紧的。今日大家拢讲啊，你迄个时间敢会伤长哈？我讲袂啦，伤短啦。这首歌囡仔人足喜的，所以因为这首歌曲我阁有去参与到迄个德国迄个柏林影展音乐影像的大奖，伊是有去参展的，伊有去选，就是这个啦这个。嘛有摕到一寡奖项金人奖，这个是 Global Music Award， 这是美国的，应该是美国吧？美国对无？反正我对奖项是还好啦，我感觉有就好啊啦，有一位就好啊啦，有实力最重要。系啊，大家介意上重要啦，无介意拢加讲的。好，安尼继续咧，咱看后壁我安尼是伫咧，敢若是第17。即摆是安尼是头前后壁袂，遮后壁，后壁都有
啊，即马这就是我伫咧南部石大歌厅每一年伫咧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咧表演的相片吼。综艺节目主持的工课有啥物呢？吼，有真济啊。譬如讲，你必须爱甲台语歌，吼，你要真熟悉。你知影讲，即马人客要点啥物歌，你就爱会晓唱啊。吼，啊，过来咧就是因咧讲啥物，伊要演啥物短剧，你有法度缀因的节奏，啊，缀因的板，吼，啊来去做一寡发挥，吼。啊，外景节目这就无共，因为这就较文化性。外景节目你就是爱介绍食的、介绍大的、介绍即个历史，吼，拢有可能，吼。啊，然后你要注意镜头，吼，伫咧倒位，你袂当讲规个安尼尻川对着你的镜头，安尼都毋对。外景节目主持人，吼，拢爱用一种足奇怪的方式来去主持。譬如讲，你即马咧介绍即食的物件，啊，譬如讲我会记你讲，我去迄个台南的水仙宫吧。嘿，水仙宫遐有一抓吼，足细条的迄个菜市啊吼。嘿，对，你要伫咧遐安尼行路，啊，要介绍一下，啊后壁阿姨搁要买菜，啊，你挡着伊的路时阵，伊会足生气的哦，吼。所以你着有时阵，你搁爱倒退愈介绍，你知影无？哇，咱今日来到即个所在吼，安怎？啊，有时阵着安尼着去弄着迄个卖鱼卖肉的，你知？吼，啊，着跋倒着足歹看的啊。啊，路就足细条的，所以你随时你管迄个动作，你袂当有时阵镜头伫咧遮，你讲话佫袂当安尼真正来看，只会当看到你吼正面或者讲倒面的大面，你着爱看伊伫咧遮，但是你看遮，即个镜头，即个眼神才是准的。但实际上，迄个女主持人来讲，迄个你的 partner， 你无咧看伊，你看你咧看边啊。但是安尼才是正确，哦，所以其实电视节目的即个美感，吼嘛不离啊多啦，吼。像讲吼，嘛有去日本啊，吼啊，即个有诶时阵，这是公司台语台节目，啊，这即马吼，因为公司台语台成立了后咧，即马有足侪艺人啊，资本拢。较无咧讲台语的，即马纷纷拢甲即个较早台语的功夫吼，全部拢变出来了对。即位泰山台志远，伊上互我感觉 surprise 就是伊的台语比我好20倍以上。伊的台语讲了足好诶，可能较早伫咧台湾吼，你咧使用迄个台语5年级生呀，即马60岁以上诶吼，迄台语讲了好就叫正常啦。迄才是真正台语正常化。其实你讲伊外省人伊学汉字，但是伊会晓讲，我足 surprise， 为什么泰山你的台语讲得足好？我有一个年母，大西迄边的人，细汉的时阵呢，啊厝内面大家拢足无用的，拢是我的年母咧陪伴我大汉的，所以我的腔哦，搁去学着伊的腔啦。啊，一般。外省人是无爱讲台语，但是伊是特殊的一个例外就对，伊就讲伊足爱讲台语的，因为伊讲台语会当交着真侪无共款的朋友。吼，伊认为讲台语才是即片土地面顶吼，你袂讲去甲人敢无共款，伊足爱甲人共款的，所以我感觉伊会过即个时阵，伊的即个台语。连倒一个时阵展出来吼，讲得就有够好诶，大家当去查看卖啊，一寡较早诶影片吼，伊诶台语是讲了是，确实就是算讲是伊诶武艺啦，我是安尼感觉。好，过来，老师真重要，除了献国先啊，吼，啊，搁有我去出外景啊，即个时阵呢，嘛有即个立庭华教授吼，嘛是对我有真大的帮助。啊，过来就是阿辉老师，咱拍声互阿辉老师吼，因为咱即个真正吼，有足侪即个咱即个公司台语台是自从即个国家级的发展法开始进行了后咧，咱才有即个电视台成立吼。啊，老师嘛是去即个。千万的人之一啦吼，所以即个食果子拜树头，咱今日有遮尔济即个代志会当做，用台语来去继续进行吼。我必须要讲咧，这拢是伫咧国家级发展法了后的代志。较早咱大家拢是同齐辛苦啦，拢共款啊辛苦。台语广播也好啦，或者是讲阮伫报道新声，咱伫咧做即个节目，其实是嘛有经过迄种时期，是别人认为你台语电台是无
比别人较无遐尔啊高级啦，吼，就是有诶时阵你家己感受会到，敢若尤其伫大安区。啊对啦，嘿，较早地台嘛，真正伫咧大安区，中昼拢伫中仑伫遐食饭，迄是了比，吼，但是咱种植嘛，对无？等到有一天，咱大家即摆学校内面的本土语的课程，即摆拢真正教得拢足好诶呢，所以哦，较早是无，啊，即摆咱是用上短的时间来去做上济补救的代志。这我家己是真有真深的感受伫个，嘛是因为安尼，我就感觉讲无要紧啊。你今日叫我用台语来主持即个广播电台，为什么我就袂当放西洋歌？我就一定要放即个台语的老歌，无种代志。我就开始即马，你早些即马若是准我的节目，我即马早些的节目9点到10点来甲人听看卖，我全台语。我昨个介绍迄个韩国的，吼。韩国的迄个歌，独立音乐的即个歌手，吼，啊，搁去介绍伊的故事，吼，啊，譬如讲 Beatles， 我嘛会当介绍啊。上早是用台语来介绍。啊，当然咯，嘿 ，Beatles， 哦，抗头抗面的4个人，你注意，你着用趣味的方式，互人一听就会记的嘛。像你莫想讲，咱时代着一定是绝对是叫伊听陈奕龙无种代志啦。嘿啊，阿嬷无爱听陈奕龙，伊若是有新的会当听，吼，你要多多甲介绍。我就有介绍迄种，即个较早我介绍迄个叫做啥物人，然后有一个司机大哥有甲我讲，我因为你介绍迄个歌吼，我就去听伊的演唱会呢，走去迄个音乐季的现场吼。啊，因为我感觉我无甲老大人当做老大人，我感觉老大人只是欠人家己迄落介绍。嘿，就敢若囡仔共款，你袂当甲囡仔当做是囡仔，囡仔其实你爱甲伊当做，咱较早伫咧迄微故事一开始的时阵吼，伊有儿童心理学，伊就甲你教讲吼，伊有英文甲你讲，你不可以把小孩子吼，你袂当甲囡仔当做是囡仔，伊拢知影你袂当我跟你讲安尼袂当，你甲当做你爱甲。你毋是甲你的年龄甲伊共款，你必须要甲伊年龄提悬，甲你共款，伊才会感觉着尊重。啊，对时代嘛共款啊，你永远就是甲时代当做是你一定爱坐轮椅，迄种感觉啊，阿姨你坐吼，哎呀，你莫起来啦安尼吼。我即摆嘛已经45岁啊，我过10年，别人若是要让我嘛无一定爱啊，对无？但是你就是会当。少年人是吸收啥物物件，你嘛是爱互伊吸收共款的物件。尊重，我感觉这是一种尊重吼。所以老师咧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若是无老师吼，这根本无可能讲我会变做是另外一个无共款的身份甲个性。我较早你讲叫我徛伫咧遮要讲2点钟，莫讲2点钟啦，5分钟我都拢袂动的，也是无遐尼济话通讲嘛。啊，佫讲台语，迄更加无可能吼。所以老师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广播电台配音是同在，基本的功夫拢总爱。一直到今年我到这个过2年就拄啊好满20年啊，吼啊我嘛非常的感谢家己，原来是伫咧台语的广播这条路里吼，继续伫咧遮坚持啊，无放弃安尼吼。好，这其实吼，这个串歌吼会练习的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头拄仔我有甲大家讲，其实这前奏拢是18秒、30秒、20秒、36秒吼。我伫咧旧年迄个公司台配音班内面，我就教大家啊，讲考大家讲，你敢有法度伫咧即个秒数之内，甲你要讲的话，甲介绍完，啊讲出一蕊花安尼，哦。譬如讲18秒，啊你开始算吼，啊8音之歌，吼啊你爱要安怎介绍？啊，大头的做一个 DJ， 一开始要先甲这18秒开完，足简单的啊！你先报你啥物电台啊？即摆时间几点啊？你是啥物人啊？差不多开10秒啊，剩8秒要创啥呢？要介绍这首歌啥物人唱的啊？啊，拄啊好时间来了甲准，吼，迄就是节奏，咱讲话的节奏，啊，搁有迄落你配合着迄个规个鼓声，吼来去安尼讲，这就是广播电台 DJ 的基本功夫就对了。啊，
啊，有诶时阵呢，拄着一种节奏足长诶，30个秒、42秒、50秒诶拢有啦，还有迄种1分钟诶节奏啦，哦，啊，你嘛是爱讲互满啊，嘿，迄个时阵你就会当报一寡生活资讯啊，比如讲今日暗时啊吼，咱即个台北灯会吼，四周围拢有迄个交通的管制吼，请咱所有朋友咧，若是吼经过吼啥物路的时阵呢，爱记住哦，遐迄个警察先生吼，可能就甲遐拢有围起来吼，你就要换一条路行咧，你就迄个时阵会晓报一个资讯，安尼时间就会拄好，嘿，因为较早。电台有一个规定，你袂当 post 迄个歌，时间拢是拄好好的，所以你一定爱伫咧迄个时间以内，搁做现场，搁做 live， 你一定爱伫咧迄个时间以内讲完。要无你就是，你若是打着歌，咱有一个叫做猜歌啦、打歌啦，打歌意思就是一开始咧唱啊，花，那你去搁继续咧讲吼，迄两个声音吼达到底，迄就不及格，就无合格啊。好，这是。我伫咧台语单元配音的练习啦吼，譬如讲报告经理，我是要请，你是看到公司无闲到要死哦，请什么假啦？无啦，公路叫我转去避扫啦。哎呀，不准啦！嘿嘿，多谢经理。有无？你就会当一个人扮两个角色，还有即个囡仔即个，因为咱遮有旧年的迄个。学员伫的啦吼，你有练嘛对无？共款对吧？我知影啦，唔知讲你今日要来吼，这就袂摕出来啊，我可能会摕别项来。吼，你以为甲你讲啊，阮家的狗仔是足巧的吼，伊逐工早起啊拢会摕报纸来有啊。这嘛无，阿美是应该是查某囡仔，这嘛无啥，真侪人出来电狗，嘛拢会晓呢。嘿嘿，但是阮兜无订报纸呢吼，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配一个单元安尼啦吼。所以主持人吼，基本能力的充实吼，除了家己啦，还有你咧讲话的时阵吼，因为这就是另外一部分啦。你要教人安怎用迄个共鸣吼，迄个声音吼，低音的时阵爱用低音，高音的时阵爱用高音。咱讲话的时阵吼。一个就是中气的运用，所以中气真重要。吼，定爱运动，吼，无论讲你是去散步也好啦，就讲做一寡有氧啊，拢 OK。吼，但是中气真重要。过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咱讲话时阵呢，你唔通用拿喉去讲，安尼讲袂久长。像你会当发觉讲，我即摆咧讲话时阵，有一个力拢是我伫咧鼻仔这个所在，用鼻仔就较轻松。因为台语拄啊好，拢是用鼻仔才发声的真济吼。过来你若是用胸腔，会较忝，但是嘛较袂伤拿喉吼。譬如讲，咱在讲话时阵，别位主持人伊是用胸腔、用胸腔这个所在咧讲话，声音就自然会变出是安尼吼。你若是走去鼻仔这个所在时阵，你就要直啊。去你面顶、去楼顶去吹吼，嘿，豆豆个起来吼，你就会吼，嘿，对 FM 我走到 AM 去啊，有人做起来安尼啦，但是安尼讲话吼，嘛是足轻松个啦，嘿啦，嘿，听咱伫咧模仿即个一寡艺人有无吼？比如讲迄个郑清怡有无？伊哥吼，就是用鼻腔啦，嘿，大家好啦，嘿，我阿爷啦，嘿。嘿，加后这首歌吼，我实在是太牛啊啦！我家己拢足崇拜，我家己嘛是足牛安尼啦，写出这种歌安尼啦嘿。我若讲第二名，无人敢讲第一名啦嘿。你用遮来模仿安尼吼。还有一种是真正用脑这边咧讲，像我咧模仿萧煌奇咧讲话时阵，就会走到遮来。这拄好中，拄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黄奇今日伫咧遮，要甲大家讲，黄奇是足好的药材。大家拢会当不时来使用，对咱的中气嘛真有帮助。感谢大家，我金曲王萧煌奇，这个中，所以你随时会当变化，这就是因为我足无聊的嘛，常常拢伫咧厝咧试遮物件啦有的人是爱耍车啊，有人爱耍狗啊，有人爱落棋啊、行棋啊，我毋是啊，我著规工伫咧厝诶，一个人照镜就遐耍家己的脑。
欢喜就好。到路尾就变做是我的专业，就是安尼。所以一个代志你若有热情，你做了久，自然就会晓安尼。重点是有热情啦，无热情真正做袂久长。嘿啦，有热情你就袂去迄个care讲你今日钱是领济领少。熟悉迄个咧做小菠瓜的老师，咧做迄种小菠瓜的采集。伊走去石行啦、石子啦、平湖、马景，全部拢去啦吼。好，伊找足侪迄个各地的小菠瓜，我嘛去做迄个伊学生甲伊去做推广啦。好，迄钱拢家己摕出来去做册咧。嘿，但是迄有热情啊，迄对伊来讲，伊无做伊足艰苦的啊。吼，就甲我共款啊，我咧做电台，我嘛做啦，无做足艰苦的啊。无讲话足艰苦好，所以这个母语的重要性呢，其实这个路尾我感觉这个广播电台其实原来是虽然即摆已经是一个有人讲，即摆大家拢是咧看手机啊，毋过若真正讲发生灾难的时阵有啥物天灾啦、地动啦等等的时阵呢，只有电台收得到。这时阵电台这个播音员就发挥真大功能。这因过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感觉你看母语的重要性。要听你通知咧，只有这个华语甲英语啦。原住民的老大人讲听无啦。原住民的语言就几落十项，因互相就无法度沟通啊。但是咱台语即摆原来是会用呢所以咱袂当互家己偷仔卖威气，就是安尼。即摆有真侪时代，伊听无即个华语甲英语的时阵呢，咱用台语，你就对伊真正有帮助。所以即个语言不通伫咧当咱即个灾难来临的时阵，可能会导致咱性命危险。我感觉母语是真正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语言上会当代表讲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大家要想讲，咱伫咧国外以前两冬，咱去日本有无？有当阵日本人足奇怪伊听讲你我甲阮太太用台语咧沟通啊，迄个声调伊一听就知影讲，这应该是台湾人。会听咱伊规个声调啊，还有咱讲话迄个开口啊，拢足温柔的啊，伊就对你会较礼貌安尼，而且咧，咱平平是用语言用台语，你若真正要讲华语，你讲袂过对面嘛，讲袂过因啊，为啥物咱袂用家己的语言来？对啊，讲袂过啊，你用家己的语言，你会当创作出更较，像讲我头拄仔迄个现实，即种歌。别人就写袂出来啊，对无？咱只有台湾人写会出来啊。这就是咱家己对这片土地安尼开枝散叶出来、生拖出来这个创意的物件。所以语言上会当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我较早咧伫咧田寮当中的田寮，我真正你讲我会晓唱华语歌袂？我唱了比啥物人搁较好。我嘛是晓模仿啥物四大天王遮的华语歌，拢会晓啊。但是你就无特色啊。但是当我用台语咧主持，用台语咧创作，用台语咧了解内面的情感，来去做任何的即个设计甲发想的时阵呢，我就找着家己真正的 position。我伫咧台湾，我找着我家己的自我的价值，而且即个语言是我足细汉的时阵，甲阮阿嬷伫10岁之前，就是即个语言，这是我的根，这是我的。这片土地，互我养分，好，安尼咱今日上落尾一点仔时间我头拄仔有讲过一下这5点其实就是我咧学台语5大地啦，环境制造上重要啦，因为我伫咧报道新声，我所有的同事，包括阮某啦、阮太太，因拢是中南部的人，伊咧讲台语，迄是敢若咧啉水的代志。所以，你开讲时，大家拢是用家己咧开讲。你有即个环境当制造，你才有法度去家己的台语进步。文化接触，
因为电台关系，我去做小埔馆的志工，我去做即个台湾话青年校册，我得着陈义忠老师对第一年做到今年已经15年嘛。每一年我拢去遐主持，吼，今年要来到第16年啊。每一年我拢去主持，我拢无人过。这就是文化接触。你透过咱台湾一片土地，你知影讲哦，过去是啥物款？嘿，南管北管吼，无人管吼，啥物物件对咱台湾是对遮开始有诶歌仔戏是正甲咱台湾诶，迄甲中国一点仔关系拢无吼。迄是一开始伫咧宜兰叫落地扫，你就是开始对文化诶接触，你知影讲哦，这是咱家己诶物件。过来就是全部语，全部语我感觉这嘛是真重要。因为咱即马有系统啊，有字啊。有像讲，阿辉老师、有老师，大家咧做遮咧推广、咧推散。你即马已经有足侪，包括电子的系统，会当去学习比较早我伫接触的时阵，已经搁好真侪啊咧。即马要学台语是真利便的代志，是有心还是无心啦吼。过来就是加强家己听的能力。我家己是安尼啦，因为我较早嘛有一段时间是听落啦。别人咧讲啥讲真紧吼，伊讲哦，你会晓讲哦，就直直讲，后壁我拢听无啊。所以我有一个练习的所在，就是去计程车内底。我若是坐计程车，先试看觅迄个阮江先生，伊是毋是讲台语的？伊台语讲得真好，我就直直甲伊讲。听有听无一回事，但是我尽量一直听。伊迄个迄个伊的腔调可能佫无共的，然后袂佫。鹿港啊，或者佫倒位来的啊，你拄啊真足听，你听久来吼，你听的能力变好，你讲的能力嘛会得变好。有一个歌手叫做陈随意啦，吼，伊的腔调就真重啦，因是鹿港遐的人啦。但是我问我鹿港的朋友，大家拢讲，我嘛听无伊咧讲啥咧，吼，所以是个人的问题。但是我嘛就爱甲伊开讲的。因为我甲伊开讲时，我会当练习我听的能力。伊讲，喂，大恁咧就久无看阮兜咧做饭包你今日炖甲食饱伊拢讲钓鱼钓着啥鱼啦伊拢讲鱼啦。即个真正每一个所在，比如讲咱咧高雄，伊拢讲高雄啦。高雄，甲咱台北我转到厝啊，你昨去高雄哦？我讲咱台中咧，就是咧高雄甲高雄的中咧高雄。那有家己的特色。对，我有家己的特色伫个啦吼。佫有个所在咧讲hills，有个所在甲你讲你，你是咧你是咧牙给你啊？我真侪无共款的腔调，你甲学起来。这对咱咧即个主持啦，或者讲咧台顶咧表演啦，迄帮助拢真大啦。尤其是用全台语咧主持，或者讲咧创作。过来就是读报纸哦。我较早吼，因为要报迄个“您好，欢迎中午12点整点新闻”。民进党立院党团柯建铭今天表示，咱规个用台语要来念，迄个就困难的啊。但是你原来是爱试看卖安怎念，念久就会晓。过来就是一个看报地戏，因为报地戏内面有真侪文音的讲法，迄是古文来的，伊的声调是足水的，迄变化足水的即个世界上冷冷莫轻心，只靠自人笑之而笑，家好心情时常提紧，杀得了魔鬼，杀不了亡灵hen地有所不敌，hen地有所不敌。伊迄个讲话拢敢若是迄个古早人咧讲话安尼笑之即笑，少之而少，就少之又少啦安尼讲笑，对无？就讲安尼啊我不能明白，我不能明白，我无法度了解。你讲我不能明白，为何今天会造成即种嘅结果？无你讲正确性啦，咱就干那是听迄，你对你台语的即个丰富的程度会加一赞，无你讲伊的正确性，但是即摆因为咱台语的是咧系统化嘛有真侪咱的老师拢真骨力咧出来咧做即个系统，大家有一个标准会当去学的，我嘛去考试啊，
我甲阮太太拢去考迄个中级的，吼，拢有考着证照安尼。啊，就是希望讲，伫咧厝诶嘛是，像讲阮囝即摆10岁，嘛拢台语是绝对拢听有诶啦。你甲伊讲全台语，伊拢听有。啊，伫咧学校嘛，内面嘛是咧学即个本土语诶课程。我感觉台语就是安尼传承，我家己嘛是安尼行过来的嘛。希望讲我诶囡仔未来毋通讲，搁再一摆爱到28岁诶时阵，才来重新学台语，安尼真正足麻烦诶。吼，伫咧遮甲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嘛，是煞感谢我所有诶老师，谢谢，感谢老师，感谢大家老师，谢谢。